治国学，乃召诸生，告之曰：凡学者所以学，忠与孝也。诸生民有久不审其亲者乎？是。明日告成归养者20余人。有薛约者，常学于臣，性狂躁，以言事得罪，喜连州，可既无根蒂。台吏以宗，求得之于臣家。臣作台吏于门，以曰语。那个声音在念有他诀别，《旧唐书》第2部，送之郊外。《旧唐书》第2德部。宗闻之，以臣党罪人，出道州列寺。传可能是道教的派人士。学生王鲁钦、季常等270人亦却起流，经数日，立遮止之，书不得上。PG 3570。在道州，以家人法呆吏人，以罚者罚之，以赏者赏之，不以不书戒义。道州土地民多矮，每年常配相互，竟以其难好。矮奴。臣下车，竟以良剑，又悯其边盟遂有离异之苦。乃抗书论而免之，自是乃平其共。民皆赖之，无不契合。前4是有赃罪。观察使方推居之，立有信于前4使者，实其不法事。以告4公，臣立杖杀之。赋税不登，观察使数加翘让。周上考公地，臣自属其地曰：府自辛劳，征科正拙，考下。观察使遣判官都其父至州，外臣不出营，以问州吏。吏曰：自使闻判官来，以有罪，自求于狱，不敢出。判官大惊，时入夜臣于狱，曰：使君何罪？某奉命来后安否耳？留1、2日未去，臣因不复归馆，门外有部门扇横的，臣昼夜坐。卧其上，判官不自安，辞去。其后又遣他判官往按之，他判官亦不欲按，乃改妻子刑，中道而自缢。顺宗即位，诏征之，而臣以卒。是君子袭之，是岁4月。自其家前200贯文，人令所在州县给地，以葬归葬焉。崔进，凉州城故人。如布勒氏尽，以耕讲业，老而无子，乃以田宅家财分给奴婢，令各生业。晋夫妻遂已于城故。南山，家事不问。曰奴婢必过其舍，至则供给90而已。夫妇。林泉相对，以效勇自娱。山南西道节度使郑仪庆高其行，辟节度参谋，类邀方至府地。历无方略，苦不达人事，于庆矣。长者忧容之。太和8年，左补阙王直方上书论事的召见文。宗变电访以时事。直方一心原人，与晋城故山陵，是日应见。晋有高行，诏以起居郎征之。晋辞疾不起，卒于山。赞曰：高士忘怀，不以不显。伊引吊民，征讽见先。节卢。权时，头服是朝。心无出处，是曰逍遥。PG 3571。列传第143。列女。李德武妻裴氏杨庆妻王氏独孤诗人乳母王氏妇。杨三安妻李氏为恒妻王氏樊惠人母进士绛州孝女魏氏。
福州孝女贾氏正义宗妻卢氏刘继妻夏侯氏楚王灵龟妃上。官氏杨绍宗妻王氏与闵直妻张氏冀州女子王氏樊燕称。妻魏氏邹宝英妻西氏古玄应妻高氏傅宋平于妻魏氏。崔惠妻卢氏奉天县窦氏二女卢子妻李氏王范妻裴氏妇。周呆真妻薄氏李湍妻董昌龄母杨氏为雍妻兰陵县君萧氏。恒方后妻武昌县君陈氏女道士李玄真孝女王和子。正神左女妇。女子秉阴柔之职，有从人之意。前代至贞妇烈女，盖善其能以礼自防。至若失身贼庭，不污非义，临白刃而慷慨，是丹。终而激发，本身不顾，视死如归，虽在壮夫，恐难守节，窈窕。之操，不其贤乎？其次梁鸿之妻，无辞协饮，共姜之事，不见。二庭，妇道母仪，刻章图史，又其长也。末代风靡，真行寂寥。撩拨娇兰，以遗归狐，统管之职，竟无乎焉。李德武妻裴氏，字淑英，户部尚书，安邑公举之女也。喜婉顺有容德，是父母以孝文。是德武，今1年而得5座从父经。才是道教三宝，道经师，黄门侍郎，道德经的经，师老师的师。德武将与陪别，谓曰：燕晚12，便是分离，方远投杖立，恐无海里。尊君奏留，必欲改嫁耳，于此即是长绝矣。陪弃儿。批至3572。声闻的觉魂的灵魂，妇三魂。人是夫，无在教之理。夫者，天也，声闻、何可觉魂、废乎？灵魂。首知以死，必无他志。因操刀欲割而自噬，保者信之。知觉的觉啊，觉察的觉，感觉的觉，容貌荟萃，生物的生命的生，生，声魂、觉魂、灵魂，三魂。道教是说胎光灵爽幽静，命左右致敬而审焉。胎光爽灵哦，爽灵幽静。女传见称数不改嫁者，乃为所亲曰：不见二庭，妇人常理。三魂属阳，气魄属阴，一阴一阳之谓道。后10余年间，以德武阴性断绝，举欲夺其志。时有柳直求婚，许之。其有定日，乃以剪刀断其发。非弃绝力，举不可夺，乃至。德武以于领表取尔朱氏妻及。预设的孩至襄州。